你有冇試過去求籤呢？而家呢一個免費嘅黃大仙 AI 在線解籤嘅服務呢，就正式喺我哋官網上線啦。只需要咧撳入去影片下邊嘅連結啦，然後跟翻相應嘅步驟呢，就可以咧即時喺線上面免費去求籤、解籤，同埋咧可以用 AI 咧即時去追問呢個籤文嘅內容㗎。咁喺呢度咧，元生師傅咧就即時咧為大家咧去示範一下點樣去用啦。咁進入咗呢個黃大仙靈籤嘅解籤嘅頁面之後啦，咁咧要注意翻咧就係我哋求籤嘅時候咧，比較適合咧就係一籤去問一件事，一件事咧只需要去問一次咧就可以噶啦。咁記住咧就唔好不斷咁樣去求籤，直到求到你一支上籤咧先至係滿意，咁樣就唔係咁適合啦。咁喺求籤上面咧，先係咧雙手合住啦，然後咧心入邊咧去念啦。大仙大仙指點迷津，大仙大仙指點迷津，大仙大仙指點迷津，然後咧就可以點擊咧抽籤嘅按鈕，然後進入一個抽籤嘅界面㗎。其次咧，你可以咧講埋你自己嘅姓名啦，同埋想求嘅事喺呢度位置咧，你就可以輸入咧你想去問啲乜嘢事情，同埋咧你想去求問嘅事情㗎啦。咁例如咧呢一度我想去求啦流年啦、事業啦、財運都有問題咧，想去相應咁問㗎。咁然後下邊嘅位置咧，你就可以輸入翻咧你自己去求問嘅內容啦。咁我呢度咧由於係測試咧，我就輸入咗一個 test 落去啦。咁然後點擊一個 AI 解籤嘅內容。然後黃大仙嘅靈籤咧就會即時將呢個抽籤結果俾你㗎啦。咁呢度咧，譬如我求咗一支咧第12嘅靈籤啦，叫做太白流月。喺畫面上面咧，你會見得到呢一支解籤嘅籤詩啦。咁譬如咧係太白流月嘅籤文啦，亦都有相應嘅解釋。喺下面咧亦都有一個黃大仙嘅算命嘅解籤詩啦，然後有一個咧一啲基本嘅分析㗎。咁最緊要咧就係去到下方咧，佢係會用1分鐘至2分鐘嘅時間啦，就可以即時生成一個 AI 解籤嘅服務㗎。咁呢度咧就有一個 AI 解籤嘅意思啦，就根據翻咧啱先咧我問嘅一啲問題㗎。咁譬如咧啱先我問咗一啲問題，可能係一啲關於我自己個人啦、自身啊、健康等等嘅問題咧，咁 AI 咧都會根據翻呢一個籤文咧，即時為你去解釋翻咧到底呢支籤係代表咩意思㗎。咁最緊要咧係全程係免費啦，你亦都係唔再需要咧去親自去黃大仙嗰度跪喺度求籤啦，然後揾一個解籤師傅咧俾幾百蚊同佢去叫佢解籤㗎。咁而且去到最下邊咧有一個最好嘅功能咧，就係 AI 解籤嘅助手㗎。你可以即時咧根據翻上面解籤嘅內容啦，去追問一下咧呢個 AI 咧，問一問呢一支籤文咧對你嘅意思咧有乜嘢影響㗎？譬如咧我呢度咧我就唔清楚呢一支籤啦，由於係太白流月，太白流月咧對我嘅財運係有咩影響嘅話咧，咁我就可以即時去問佢啦。例如咧呢一度我就即刻問佢啦，呢一支籤文咧對我嘅財運有咩影響啊？到底咧呢個太白流月咧係乜嘢嚟嘅咧？然後咧 AI 就可以咧即時生成翻內容，而且咧佢嘅內容咧係非常之香港啦，有好多香港人嘅風味喺入邊㗎。因為咧原生呢個 AI 嘅算命嘅模型咧係用咗好多香港人嘅對答啦去做訓練啦，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呢一個 AI 解籤嘅內容咧係非常之有香港嘅風味㗎。佢就話咧呢隻太白流月係下籤啦，叫我唔好亂咁投資。講緊咧就係李白咧喺醉咗之後咧喺撈水撈月嘅故事，話俾我哋知咧財運就好似水中月咁樣，可以睇得唔摸得，一掂就散㗎啦。咁係非常之風趣幽默啦。咁其次咧財運有啲分析啦，亦都俾咗一啲改善嘅建議俾我㗎。講緊咧我可以帶翻啲綠水晶啦，去加強翻一啲財運。咁亦都可以咧即時再有唔明咧不斷咁去追加佢㗎。其次咧亦都可以咧點擊呢個咧解籤嘅歷史㗎。咁點擊咗解籤嘅歷史之後咧，你可以睇得到咧你自己嘅一啲過往解籤嘅一啲記錄。咁譬如咧呢個太白流月係一個記錄啦，咁可以即時睇得翻咧以往一啲求籤嘅記錄同埋代表嘅意思啦。咁同埋咧一啲過往嘅記錄都可以睇到㗎。最好咧就開翻一個 AI 算命嘅會員啦，咁樣儲存落去嘅歷史記錄咧就會穩陣好多㗎啦。咁相應咧亦都可以咧查詢一下咧自己一啲算命歷史嘅記錄啦。咁可以睇得翻咧以往嘅過往嘅求籤嘅記錄咧，喺未來嘅時候係會準唔準㗎？呢個 AI 黃大仙靈籤嘅服務咧，其實係完全免費㗎。不過咧係有限咧每月嘅使用次數啦。咁免費版咧每月可以使用2次。咁呢個 Chatbot 咧即刻去解籤追問嘅話咧，每月可以用15次㗎。咁如果你覺得係唔夠喉嘅話咧，可以升級做算命嘅會員啦，只需要98蚊一個月咧，就可以無限制咁樣咧不斷咁樣用㗎。咁除咗 AI 黃大仙嘅靈籤之外啦，仲有 AI 嘅解夢啦，AI 我哋解夢嘅 Chatbot 啦，AI 嘅八字算命同埋AI 嘅原生師傅咧嘅即時 Chatbot 嘅追問㗎。咁只需要咧升級咗會員之後咧，亦都係全部無限制啦，1個月咧係無限任用㗎。
咁如果你一次過俾1年嘅話咧，年度訂閱嘅話咧，仲可以慳2個月嘅錢，兼且咧係會送一份咧8000字嘅8字命書啦，係我人生師傅親批，價值咧係港幣咧1500蚊咧，可以咧即時咧為你批算咧你自己嘅8字命盤嘅內容㗎。咁包括咗8000字啦、25頁啦，一本好詳細嘅命書咧，同你去分析㗎。咁喺未來嘅時間咧，亦都有更多 AI 嘅工具會上線啦，可能有 AI 嘅奇門遁甲嘅解卦占卦啦，可能咧會有 AI 嘅測字啦，甚至係 AI 面相手相等等㗎。咁咧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呢個 AI 算命嘅優惠嘅服務時間啦。咁咧點擊翻影片下邊嘅連結咧，就可以免費試用同埋去訂閱㗎啦。咁我人生師傅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